造反者的内战，亲不亲派来分。两大造反派。两派其实都一样。1966年12月22日，据称代表56个群众组织的上千人集会，正式发布拉萨革命造反总部的成立宣言。在震天动地的锣鼓和口号声中，整个拉萨响彻造反的声音。我们要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，我们要造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派的反，我们要造牛鬼蛇神的反，我们要造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反。我们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造反派，我们要拿起铁扫帚，挥舞千钧棒，将旧世界扫入历史的垃圾堆。我们要大乱天下，我们不怕狂风暴雨，不怕飞沙走石，造反造反，一造到底，一定要建立一个红彤彤的无产阶级的新世界。多年之后，当我询问陶长松这份铿锵有力的宣言是否由他亲自撰写，他笑而不答，神情间好似有着重返烽火当年的恍惚。赵总是当然的造反派，把造反矛头径直对准彼时总揽西藏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土皇帝张国华，认为张国华在西藏没有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而随后成立的大莲子却坚决捍卫张国华，被视作保守派。两派各有学生、居民、工人、干部和农牧民，各有藏人和汉人。用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来说，亲不亲派来分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一直有军队掌控的西藏，派性之风也猛烈刮向，并非真空的均匀。至于西藏的当权者，原本想把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、西藏日报总编辑金沙、区党委常委、组织部长惠依然、拉萨市委第一书记何祖英等一干人当作替罪羊，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，在文革的最初阶段大张旗鼓地对其予以批判，并且把破四旧变成一种由上至下发动群众起来革命的政府行为，很大程度上正是当权者出于自我保护而企图转移斗争方向，寄望于翻身农奴在破四旧的过程中向三大领主发泄满腔的阶级仇、民族恨，而非一门心思的要从他们手中夺权。然而枉费心机，以张国华为首的当权者终究还是不能避免革命的烈火烧上身来。逐渐的，两派向各地区、各县甚至乡村和牧区发展，除了与邻国接壤的边境地区被责令不准参与文革，北京规定西藏71个县中的25个边境县不准搞文化大革命，如西藏的阿里、措拉、亚东、聂拉木、基隆、普兰等城镇和边防要点。西藏其他地方全都卷入到两派纷争之中，除了牛鬼蛇神，几乎人人面临不是赵总就是大莲子的选择，很难做到超然物外。对于很多人来说，选择加入哪一派似乎是一种随大流的行为，多数人在最初加入的是这一派，随着形势的变化又倒向另一派，名曰反戈一击。表面看两派彼此水火不容，其实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都是一致的。也就是说，两派都坚持自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，是毛泽东及其思想的保卫者。但用一位曾经是大莲子成员今天的话来说，我觉得两派都一样，半斤八两，都喊着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，都用的是毛主席的语录，反正都是为了红色政权永不变色这一类，这是两派的共同点，所以都一样，说不上谁对谁错。
其实说到底，彼此对立的两派，其各自目的均在于权力。无论造反派还是保守派，皆维权仕途，期望在这场冲击了昔日权力体系的革命中问鼎权力，并且掌握权力，这才是两派最大的共同之处。为了获得权力，两派展开了号称夺权的争夺之战。最初形式为文斗，是一场全民性的口诛笔伐，充满火药味的大字报、大辩论、大批判、大串联，搞得轰轰烈烈，针锋相对，终于走向武斗，陷入流血丧命的内战之中。而两派也就在不停的权力争夺中乱哄哄，你方唱罢我登场。需要说明的是，在西藏长达2年多的武斗，其影响之深，破坏之大，疑患之重，疑案之多，不是本书所能概括和总结的。而且必须强调的是，破四旧的风潮并未停止，仍在继续，甚至变成了鉴别两派革命性是否彻底的标准。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和牧区，历史悠久的寺院古迹化为废墟，传统的生产方式、生活方式、道德观念遭之诋毁。发生在西藏的文化大革命，果然成了对整个西藏文化的大革命。很遗憾，我找不到更多表现这一阶段的照片。虽然我父亲曾是西藏军区军管会宣传组的成员，但他留下的数百幅照片中却找不到有关两派武斗的照片。这是因为他在1968年夏天至1969年春天曾休假回康定老家德格看望老父和弟妹，当时还带着我母亲和刚满2岁的我。而这段时间正是拉萨武斗的高潮，他不在现场，也就不可能离此存照了。另外，无论是当年的报纸，还是如今的诸如大事记之类的官方书籍，对于这段历史均深见其口，避而不谈。虽然两派各自创办的报纸据说有10几种之多，而且还有藏文版，倒是记载不少，但这些民间小报发行有限，而且今天也很难寻觅。加之西藏所特有的那种自然和人为的隔绝状态，使得发生在西藏的派性争斗几乎从不为人所知，以致在许多文革研究者的眼里，西藏在文革时期即使发生了武斗，也难以跟中国各地类比，尽管事实上不相上下，一样的大乱特乱，一样的苍夷满目，一样的草菅人命。在这里，我只能根据采访及相关材料，将两派在文革中的大事择选最主要的思想予以简单的记录和回顾。本节目由绝地金书工作室制作发布，请扫描赞赏二维码进行赞赏，您可以得到回赠的电子书或其他作品。请扫描订阅二维码订阅绝地金书频道，收看收听已发布和将发布的更多作品。